继续拖吗？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要求啊？闪，别走，拖还不行，拖。晚了。我不是想看你脱光，我是想看你有没有坦诚面对我的勇气。我有勇气。你说，要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够实现，该多好啊！是不是？闪闪，爱情诚可贵，钻石价更高。咦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富有啊！哎呀妈呀，富婆，我要抱你！么么么么么。神经病啊！都送你了，真的。快点，闪闪啊！这么珍贵的东西，这么轻而易举的就送我了，这不是什么非法之财吧？你不是加入黑帮了吧？不是拐卖妇女，不是倒卖军火什么的吧？你先别叨叨了，走，跟我走一趟你就知道了。你不是要卖我吗？你能值几个钱我卖你？老公，我给你煎了牛排，拌了沙拉，切了水果，还准备了红酒，吃饭。哎，老婆，我得陪个客户吃个中午饭，我就不能在家吃了啊！我先走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周末还应酬啊？我也没有办法嘛，陪客户吃饭啊！乖。不是，今天是22号，是我们的那个。行，我知道，老婆不说了，该迟到了，先走了啊。老公，我们1个月